袅袅客家风情嘅苗栗县最南片有一座小乡镇，唔但唱因为皮肤嘅土地、老丰富嘅自然资源有名，四季和生产各种果子，和气息嘅众多嘅人才，用基督嘅力量创造重点一个小镇。两位係德南，我哋叫下看一下德南冇共樣嘅面貌，感受人文老土地嘅連結。大家好，我係本期浪漫台三線公路旅遊雜誌嘅兩路人 Sharon 黃湘婷。今日同大家來到德南，感受那個充滿自然氣息嘅小鄉鎮散發出嘅人文氣息。在德南有一位藝術家，佢嘅作品唔單唱本國內嘅美術館收藏，佢還攞藝術融入生活，推動在地老藝術嘅結合。我哋兩下就會在兩位藝術家嘅工作室。不過我知道兩位完全就唔像一個工作室，因為當像一個展覽區呢。今日當陽慶哦，因為我哋邀請到易登前先生。嗨，湘婷，你今天是来情意相挺的吗？哦，很挺。你兩位全部嘅東西都係你自己抽嗎？对，这个都是我自己做的。真的，你的作品我這樣沿路走來都覺得哦，好貼近生活。很貼近生活的樣子。其實我是在創作我的童年的感覺。那我想透過雕塑來記錄我的時代的一個文化，這樣。那你一直以來，就是我知道你都有同志的作品，但你很有名的事情是你也有跟卓蘭這個地方結合，對不對？其實當我落腳在這個卓蘭這裡哈。那我覺得就是說，應該把我自己所長的跟在地的民眾來做一個分享。那所以我就當時就舉辦這個體感藝術季，體感藝術季來帶動這個我們在地的這些農民，他們能夠請大家一起，對他們呢能夠共同來參與。農民他會覺得就是說，藝術跟我們其實是差很遠的。其實當你把藝術生活化、生活藝術化，藝術就在你的生活就在旁邊了，就像這樣，對，就在旁邊了。對，這樣比較有親和感。所以我覺得說，在這一塊土地這麼美好，那應該是你要把生活跟快樂做一些結合。那玩其實是身為裡面很多的要素。請問你可以帶我去玩嗎？可以啊，那我們現在就來先玩一下。哦，對，好。老師，你說剛剛我們講到的藝術季，這是其中一個作品是嗎？對，這是潘老師他指導來做的一個大炮的一個作品。大家離我遠一點哦。好，把它舉高，洞口在這裡，請點火。老師請走開。家下我哋體驗嘅在地老藝術嘅結合，接下來我哋會去德南另一個重要嘅地標，來位先生佢對德南沒有動態嘅影響哦。在德南沒有一位文學大師，佢唔但唱地獄裡會作詩、寫劇本，還會畫圖。我哋就可以看一下佢嘅作品留下來嘅故事。大家看到兩個日本式嘅木造建築，啲以前係德南國小嘅教職員宿舍，後來因為浪漫台三線嘅計劃，留兩個充滿歷史意義、還有紀念價值嘅建築，打造成展本文學故事館。我去看一下。展本名稱玉學詩人，係苗栗德南超有名嘅學識詩人。佢唔單唱當有才情，佢還係歷史社嘅創辦人之一咯。身為有醫學背景嘅文學家，在故事館地背，我哋看到佢書寫嘅專業約單呢，展現理性專業嘅一面。呢個就係展本欣賞嘅14詩。14詩意思不是大家真的只能用10個字去作詩。而是欣賞他希望大家可以拋開繁瑣的規定，用留白、用簡潔有力的態度去感受詩境、詩感以及詩意。佢沒懂而作圖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把這些圖畫跟他的十字詩結合在一起，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作品。第兩個點睛嘅空間，當中建立了一場文史老情感嘅深刻對話，本人感受到德南這片土地上文創嘅豐富故事，還有文化內涵。今晡日嘅立場，我看到藝術做得用嘅分享快樂、留愛、文明善意。
伊先生用艺术烧给两个地方嘅人文老土地，透過體感藝術季嘅舉辦，為農村帶來新嘅活力。鄭彬先生佢用佢嘅文字、藝術表現對生活嘅感受，開創文學新嘅時代。每一個人都用佢哋嘅方式，為兩片土地注入生命老故事。因愛在兩種立場感受到嘅，正係一股來自土地深處嘅力量老美好。上海地帶涵蓋到台三線嘅旅遊資訊，就得用 QR code 瀏覽雜誌嘅電子書。